在1999年的时阵，有一部真出名的电影，叫做《海客任务》。这出电影内底是咧讲人类活伫咧虚拟的世界，全部一切是由电脑来控制。即马人工智慧甲网络科技是发展甲真紧，而且愈来愈侪人相信讲，现实的世界背后是电脑模拟程式。当然，推动人工智慧的特斯拉总裁马斯克，伊慢慢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英国有一个物理学的教授，伊提出物理的新法则，想要证明真实的世界是由电脑微观资讯组成的模拟状态。虚拟实境 VR 加扩增实境 AR 的科技愈来愈进步，用装伫咧身躯顶的媒介，无论是算游戏、训练加教育课程，亲像科学小说所讲的，会当随时出入电脑建构的虚拟世界设定，即马已经出现。伫24年前，也就是1999年，进入2月主演的《骇客任务》电影。电影内面讲到救世主尼奥对抗电脑母体，解放虚拟世界人类的剧情。伫迄当阵就改变真侪人的世界观。到即马，抑有真侪人伫咧讨论人类敢真正活伫咧电脑的虚拟世界。This could be some simulation. It could. 全力伫咧送人工智慧科技的马斯克，2018年伫咧 Postco 的节目讲到电源科技的进步，加速建构愈来愈敢若真实的虚拟世界，甲现实之间会愈来愈歹分辨。伫《骇客任务》电影放映4年了，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博斯特罗姆伫2003年科学季刊发表论文，提出宇宙万物可能拢是模拟结构的理论了，真侪领域拢伫咧讨论真实的本质。英国的普斯茅斯大学物理学家沃普森就用物理学法则内面的资讯动力学来检视真实世界是模拟的讲法。It's just electrical signals that are being fed to our brain through our perception, and we decode them and we construct the reality around us, images, sound, perception of touching things and the smell, all the senses that we have, they are just electrical signals that are being decoded by our brains, which are, what is this? Is a biological computer, there's nothing more. 沃普森发表理论讲，资讯有质量，而且构成宇宙上细单位的粒子本身就当储存资讯，就敢若人类的 DNA 同款。去年伊发现的物理新定律，用演算预测有机生物的基因突变，伊也研究新冠病毒，新的定律也推测可能的生物演变。If this is a law that refers to computational processes and information itself, and the universe does this in everything. It seems to be even biological life. Perhaps the universe really works as a giant computer, and it computes itself, or maybe is a simulation. 10月伊发表伫咧 AIP Advanced 科学期刊的研究显示，无同的资讯系统会得到时间进行详细化的过程，就敢若是电脑压缩加优化资讯。这通解释宇宙的运行就是一种模拟的状态。这个定律会当检视现存的系统甲环境，包括生物学、原子物理学甲宇宙学。这项研究也影响目前的基因研究甲演化理论。沃普森这马新的研究伫咧进行募款，拍算用实验来证明伊的理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